One, two, three, four。着陸後極鎮定，然後又接軌身份像黑色角形，然後長路徑漫步月亮旅程，連隨時重裝備革命來鄭重宣佈，現在的新頻道，現在地上望月亮在月亮線至咗新角度，然後現象漫播，不得啲不玩 WhatsApp， 不玩也告有沒有編號，完全沒上班，如報告箭馬音量釋放，你看任模糊看最新音響播放，箭馬身段釋放，最愛看天空就開放，在月球內闖一闖。再看清就是極浪漫過程，如地球夜了就為大地照明，如像沒有包袱盡情來鄭重宣佈，月亮的新號，現在地上望月亮在月亮線至咗新角度，然後現象漫播，不慌裝不需假裝不需捆綁又沒有風暴，源頭在太空裏跳舞，箭馬音量釋放，你看任模糊看最新音響播放，箭馬身